可以。是咯，個做人見啊。你講。OK，哇 direction 了。咪做人啊，哇！等你那個哇查查啲人啊。Lagi sekian. OK， 我當先 broadcast 啊。OK，來 start 啊嚇。我會 start 呀。有人話咗車個奶。我啲車裏面。係啊，各位聽眾，歡迎嚟到嚟邊嚟學見嘅節目嚟收聽我能講這禮拜我哋，這禮拜我咪講新正講嘛，都讓有橋處有特別咩洪水讓踢掉，頂住我睇到 internet 有時講但係臨年咪見，今年俾係臨年咪見。我是咩？我是咩？三公嘛。頭仔見俾啦，本來曬嘛。哦，嗱，陳林啦，冇啦，一時係咪就有一時 Ribena 拍廣告嘅，真係會啊！一時 I think 原本有淡薄有對淡薄人狂水人講滿啦，特別係一時 Ribena 廣告，講到特別就整特別清係咪食嘅物件，係咪咧？特別黏入面特別黏入面淋哪物件，係咪咧 Ribena 你看呢個廣告？哦，我嚟講橋傳嘅，等陣話我後尾特別放到咪新隻瓜，加上新隻，我差唔多嚟搞嘛。哇！今年一個月，我新隻嘅渣呢？一個月。Oh my god！ 一幾戶嗬？攰杯。係咪嘅？阿John啊，你就係講同見呢是咩年？攰杯嘅渣啦，就是講同平時。舊年是幾月嗎？佢就是幾月？阿John啊，你就見呢是咩年？一個月。阿龍，啊？你有對係冇？冇。啊？咩事？有人唔知喎。哦，幾好閃啊！呢個。係啦，咁呢個一個電有冇嘛？阿John見呢係咩年？今年啊？有，但是嗰時劍嘅拜年話，你華語按怎講？金雞拜年。金雞拜年。你超華。嗱，冇啦，你哋會知嘅講 ，OK？ 佢啲禮拜嘅講，禮拜是講幾年嘛？你禮拜啷個嚟拜幾年？即係話新加坡啊？他們係怪。真係叫做 Chinese New Year 咩？哎呦，這是中國咩？哦，真係方大同嘅 Chinese New Year。方大同是叫咩名啊？音樂地區。卡溜風。卡溜風。我覺得這個可能對我來說，做音樂上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推動力吧。哇！伊個當人掛界，真正掛界無上我心面上先正。等陣，安怎吹先正？我講我先，我去吹下。阿 John，你仲未未記做咩？你嘅節目，你嘅節目介紹。哦，等陣我要吹先正歌，我唔會放聲。我這是 Benny，安尼先嚟先正歌咪？叫我吹個 traditional Chinese New Year song。財神到，財神到。啷個去想到新隻歌是想到安怎嘅歌？我想係是老歌嚟，40年代嘅老歌。我唔想。我第一次聽係一種嘅咯，比較比賽咯。咁樣時我想到嗰個是香港嘅歌嘅。有笑臉咯。thank you 哈。這個鮮的咧，當人歌，真正歌，嗰啲鮮的，這就是鮮的，這就是。幾月幾號？
對安尼，我第一攞先嚟先只怪。睇這裡，有看。這啦，恭喜啊喂，這是，這不是恭喜嘅。喂我等幫你。誒，這是上海 Philharmonic Symphony Orchestra牌。엄마 아빠 말 많이 안 듣는 편이라서 고집이 좀 많이 세서. 미안해, 나 코리안에 와. OK， 唔要緊。哦，拍攝，按照你聽得到嘅咩？真係未，嗱，即係咪恭喜啦。OK，咱就後尾放，咱就要放咧，安尼看 relaxing 嘅歌，啲唔會叫潮。哎，講就禮拜是聖誕嘛，所以我會拍水看咯，然之後叫潮啊，見啲洪水啊，咪特別洪水，會做咩物件？冇，今日冇人叫潮。龍你睇對咯，對哦。龍你咪 mute 掉啊！阮當時有跳厝啦。冇你叫潮哦？我是叫房間嘅。你按照龍你對哦？冇對。แล้ว我ไปมือลองคอยสินเนี้ยเราสังกัดมีสินเนี้ยสีเขียวชูเขียวสาวสีอุจูมีโบเสียงเลยมีว่ามีแต่แปะไม่จู有 vacuum sealing โอ้ฮาสาวเลยติดตัวสีกันแล้วเหรอ是咯，數哦，又係數哦。โซอีติดตัวสีwhat換湯仔煲。對啊，湯仔煲對，湯仔煲是真假嘅。湯仔煲係我開始是一年我知道，是這樣。你講本只搞。我嚴重啦，一年我一道湯加煲。我就是一年。我年100分升嘅嚴重要咯。阿俊，我是有講無？講咩？有講無嘅聲？冇講。冇，再咩個話 Android phone 啊，我是用 Android 嘅 Samsung Note 5啊 ，loudspeaker 嘅講話，冇講知唔知？冇。唔是啊嘛 ，Android phone 啊有半對啊，嗰啲講聲啊嚇。你定到？我話 Android phone 啊。我冇睇到有 Android phone 還是 iPhone 都問講就好啊。我用 Android phone，Android Samsung Note 5。聽未到你講咩？我用咁，係叫怕啦，John。我頭嘅，我問你係咩特別嘅方式，成個新疆叫sau是無相加片啊？燒啲都是咯 ，and then 就咩嘢個卡清氣咯，係咪唔一樣啊？插會就bằng kinh咯。แล้ว有成個我冇 Spotify，sorry。你有成日講下你成日有要擺下咩物件到底擺？有咯，我係老母買2粒 online 嚟到那靠嘅叫咩啊？加 Bosch 嗰啲咯。online 啊，錢哦。還是 online 件嚟？我啦叫做 online 啦。哦，做 online，OK。定冷。定冷啊，叫定冷，這是擺水啊，先至擺水啊。這是等下到嘅你點樣換圖啊？我未記做過，介紹我特別嘉賓。是啦，就拍啊！特別嘉賓就是點樣到嘅咯？當佢先有冇 ？Hello。Note 5啊，是講有唔知爆炸哦。未啦，因為今年嘅機啦爆炸。我想講先正幫炮聲嚟幫Samsung嘅辦電話。個胡大俊。Samsung 電話頂住爆炸係咩啊 ？Note 7啊 ？Note 7。攞先正幫炮聲幫 Note 7。阿俊是未講衰阿俊。我唔要緊啊，那是 iPhone 爆炸，我咪是講。แล้วก็阿龍，歡迎阿龍。大家好。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ตัวเองก็韓國。大家好。用溫度邊個？嚟我慢慢嚟講啦。當入頭唔是後點講咪先解講後點。唔係，當然我咪講了。我講啦咧。唔係，當然咪講啦，我咪講啦，可以貴可以等時間咪係。做咩事？咪冇理啊！咪講啦，冇錢啦，咪啦。但是我個就未咁樣放過，不過就未咁樣放過，就是專門是學阿閒呢。係咪？
我真係唔解。哎呀，咱呀，我放咗聽。滴滴滴滴滴滴，它一條片哈，OK。韓條歌是放好你嘅時間。哦。還沒乖。哎呦，過再來。so cute。阿John，你看過有一個 multilingual 嘅一個 version 哦？哦，冇啊。第一句故事上話啦，真好聽。哦。我放咗，我唱咗。這是冇啊啦。我也未看過誒。韓外名是阿韓，我係 boyfriend 就冇做掉，我當佢地方嘅了。住在桂林，有處我參加咯，我真正歡喜對面能起來桂林，桂林下來個幫跑。Samsung 嘅 iPhone，Note。John。哈，後面。但係你放這個歌就是我係說。即莫安娜誒你吹莫安娜 multilingual 就使啦。莫安娜那個。你真係真好聽啊！你貴咧 clip 真好聽，第二個就上話啦真好聽。YouTube 也好。啊 ，YouTube 第二個就上話咧。Disney 是 movie 啊，莫安娜 animated movie。哦。莫安娜multilingual。OK， 莫安娜。What foreign languages? Okay, like. You need a website. I don't need to listen to your commercial. Yes。講啊，講啊。講啊。來 ，OK 啦，嚟聽下啊。阿韓啊。喂。哈咪。你有甲我做講你嘅面甲莫安娜像無？有誒。And then，伊都無看伊嘅，伊無咯。我冇就是嘅嘢啊！哎呀，安尼了誒。主要是唔是欠拍？OK，我搞主要好啊。啊，那你插小啦，我聽你講你來，你講我聽你講。哎，做啲人。唔呀，你可以聽 recording 就得啊。OK，來，講球球啦，時間。喲，就人啲搬厝啊，輕是裝啊。韓搬。OK，來講啲啲做咩特別球球？真正球少。我厝真細呢，無咪球嘅啦，咪是球在間球房間，就通啊，就妹就托卡，就賭，球叉球賭。啊，即係故意整做殺球球啊！唔知哦，我嘛叫到我較做，我嘛無叫我無做。我書還是係咪叫其實叫球？無需要啊，需要咩？有人看，佢看紅書實在看這個紅。我係咧，無咧八卦啩。我係即咧當我講啊，其實佢叫啥？幾點啊？咪佢講。啊，你是老東嘅啩？嗱，佢叫我個紅咧，你一個要放唔知咩物件，到底咧當兵嘅會放一個唔知咩物件，我未記啊，我冇對呢物件。特別新正喎，哎呦，我有插一盆嘅花嗬，是只大棵嘅啦，一棵我新正是擺嘅，我舊年冇擺，今年上我未寄來擺，我咪看下，我咪看，我講到叫住定住我只是看到啲 Snapchat 嚟叫我看3度啊。
所以人看到可能特特你講 surprise 啊，拎你喎，成講看未起話啦。阿韓都 call， 阿韓都阿韓 just start the call 啊，你實實。係咪？你點條梅話？你看到我上度，你叫啊，你是頭一天叫啊？冇，我真久冇睇到 Snapchat 了，那是。哦，對，你等我冇等好數對。啊。了啊。哎，等下我換電話先。哈哈哈！誒，就看住來，新疆來啊。Hello， 你是最最。Hello， 我是新椒。冇啦，第二擺來啊，第二擺。哦，第二擺來啊，你是大媽係你學緊咩啊？啊，唔是啊。你是怎？我第二擺來是新椒，我幾年前哦。哦，你叫咩名？可唔可以叫你名？小雜寶。小雜寶係乜係未記咧？嗬，小雜寶。未記是喎。小雜寶名未記。你名，你頂當時講咩話題啊？都係是。幾嘢啦，我特別來講，我頭一擺來講幾，第二擺我係幫嚟講幾，特別你冇講。當今咪是冇講嘅，你神經係數。安做笨蛋。你咪講神經係幾哦？關係個神經係哦。冇啦。講好口，你講一個。嚇，講一個啊，會使冇啊？笨蛋嘅。笨蛋嘅人咪聽到當咗咁嘅。我即係是我朋友甲我講誒，I think 2年前伊甲我講，因為我即朋友呢是大埔來啦，我係同學啦。然後 after that，伊是甲我講，伊10幾歲 start 時吼，伊就整個逐年7月，當人7月。because 伊個厝 opposite 是一個大張嘅樹嘛。然後迄個樹是真正舊了，我細漢到我當咗我30歲啊。30幾年、40年嘅樹啊，大樹。然後after that，伊是甲我講啦，伊是10幾歲時，逐擺當人7月，伊就聽到有聲。然後伊是困在迄個how to say living room， 伊是困在迄個大廳啊，嚇聽到。然後伊就講，逐暝吼7月時吼，伊就聽到有查某喊。半暝至3點，伊就開門看了迄個查某呢是穿條白色衫，對，看到伊，了特別迄個查某呢，迄個鬼呢，安怎講呢？不敢靠近他。敢玩伊？嚇，唔敢玩伊，唔知蝦米事啦。了後頭咧，真正久了，像10幾年啊，後頭咧到伊袂動啊，伊袂打鼾了，伊就去閃發啦。閃發一閃暗一直去問師傅哦，了迄個師傅就甲伊講成個是上一世啊，上一世伊人有迄個安怎講淵源，了迄個查某呢是好誒，迄個鬼是好誒，嚇未害伊誒，是逐擺鬥下手伊爾誒，了特別伊是7月才會使看到伊爾。了我朋友本是袂打鼾咧，講成啊無精神做工，我第2日逐暝本是安尼款。了後頭咧，伊就去伊個 body tattoo， 伊是互迄個上暗誒，嚇上暗誒師傅念經了，甲伊 tattoo 哦。了後頭咧，伊袂使食肉啊，迄物本袂使食。後頭咧，伊 tattoo 了吼 ，OK 了，伊無看到了。我當然特別幫安新疆掛到後背淡薄啊，這個槍你知？係咩？槍嘅就係大，等啦等。OK， 到底後背放咗，了 ，OK， 了，買了，安怎啊了？after that，after that， 伊本是成安尼衰哦，逐擺本是做工做一個就互頭家噴頭路啊！個衰嘅話就見你估啊！衰啊，衰到30歲本是安尼衰。了伊個how to say 伊個逐份工本是袂當久嘅咯。過半年，一年就隨第一好了。OK， 你若是講吼，我未รู้啦，但講說我哋都對去鋪咯，離開鋪咯。但是講，我未รู้在講成新疆，但新疆嘅搞啊嘛，你有
去看風水啊，還是真門看到落去成個厝要擺係咪物件，然後甲會發財呢可能。無，我無去門啊物件。先人無做啊，可能頂到人特會去門看，其實就去厝啊。好啊，我是成日一半飛，how to say，我是有看過啦，特別。我個鬼啊！我看過，特別我本是安尼看咯，我本是相信一般有，一般沒有安啦。我唔知啊。我 actually 我答嗰啲是幾個是幫是我甲人講，人對我到 Snapchat 人就知咯，最近啦，人冇最近冇對我 Snapchat 人就講咋，嗱你拜整，我 office 是發生嘅物件。哎呀，佢講幾個數嚟嘛，講真正物件，好 boring 哦。幾個是兩個直接嚟 ，OK？ 幾個是甲人講，咱來去交代我講。咗啦，你說你會記冇？啊冇，the essence of the story already degrade 了，所以當家 February 你講嘅事就冇 impact 咯。不要緊，幾個是甲講，แล้ว個有個會去交代我講我做工係咪物件發生嘅？但係自個未記入嚟啊。แล้ว未記咩咯？แล้ว是แล้ว個另外一個就是到啲我 office 嘅樓下係 Christmas 嘅 box 嚟寄還同我講。OK，嚟啦，講一個啦，講一個聽。唔係，講先只特嘅。我特咧笨蛋啊，你知樣先只事，咪咧實講鬼。我哋講一個。未先知嘛？點啦？未搞啊？未搞嘛？咱當然扣數佢用這個芥末清哦。冇啦。你扣數有冇 vacuum cleaner？係咪我冇做？我搞解哦。我老母做嘅，講我冇講我數。好命啦。冇啦，我哋成日冇做工嘛。哦。你是邊人人？冇，我聖誕年。聖誕年。SB 人。SB 對，我聽你福建話特別老紅，特別。老紅，你看你覺得 origin 福建話就是唔是？冇啦，我本來福建聽，竟然是特別成個阿漢嘛是老紅。Because I think SB 家姐是講潮州嘅嘛，SB 嘅人講潮州嘅嘛。你學講哦。你學講潮州話，知道冇？成日講我老紅哦。十個人㗎了，羅只啊。我邊有淡薄。冇咩會曉講啊。嗱，之前嚟哪咪叫古靈關，歡迎古靈關。古靈關加，另外之前哪咪嚇？但係福建米嘅古靈關唔嚟啊，歡迎。有唔係啊？㗎啦。個 story end 了啊！我個 story， 我昨未只聽過幾個數呢。你先講幾個數？冇啦，你迄日都放嘅啊，新嘅啊。哦。The latest one 我去聽到我看，January 14，嘛在嗎？我看，我就冇去看大刀，我還沒來大，我唔知你今日 discuss 啥物啦。有等我看啲嚇，先正㗎了。大 Q 哨。啊，成個 maybe 都 type wrong 了 good。成個 maybe 都 type wrong。Maybe 都 type wrong，I try my luck 啊。Agreed。會使啦 ，agreed，OK 咯。agreed 未記哦。哦 ，agreed 冇應。平常時講幾個事時啦，一間都唔嚟講啦。頭先冇講幾個，一間話是拖條講啦。幾個冇應。好咯 ，After Chinese New Year 真正冇應嘅 ，Valentine's 搞了。14號 Valentine's。有咯，你看 After Chinese New Year 嘅了 clear leave 對嚟話少了，冇應啊。我咪會亂，我咪會亂當叫亂做掉嘅，亂當做掉，阿咪 prepare 準備過先正事做咩嘅？ជួយ啊！冇做幫行嘅亂嘅啦，阿漢咧？會啊，decorate 厝咯。decorate 你講咩 decorate 做講啊，學緊話龍。花針你厝。
蒸啊，蒸咯，蒸的钓迄款啊，春联新食的物件，啲我人会来剥咯，我人会叮咯，了黏迄款抓咯，钓叮笼咯。個當晚個真正咧，啷出人有安尼款嘅紅色釣紅菜啊，檳榔嘅都有，檳榔人就釣紅菜，仲係但你人有釣紅菜哦。我現在在釣嘛，唔是咩 ？Depends 個有啦，有。一隻車一次30枚灰釣。有啊，我人有釣。跨節。哦，仲講跨節啊？哇！啊，你講下，古靈冠，你去再看。經地好嘅咯，經地好至得釣去。哦，你是釣是真正未搞到使釣嘅啊？係啦，愛早釣嘅嘛。哦。愛跨日子釣嘅咩？我是30枚經地好嘅字。哦，你哋看咩糖水啊？是去看洪水先使梅？唔知，我嘛釣嘅。哦。有他那 internet 咧坐，人家都 post 嘅。係啦，是我看到個啦，唔知相信未相信？你今日無蝦米人哦？今日1、2、3、4、5、6、7、8人。8隻呢？8隻個呢？無幾個數。你問我了咪嚟。9隻咩？1、2、3、4、5、6、7、8啦。แล้วเป็ดสินเจียเป็ดโฮมาจีน่าลำไส้嚟啦9隻嚟啊跟ลำไส้9隻ลำไส้ตั้งตัวถูอ่ะแล้ว我對夠錯啊ลำไส้รู้到底ได้เป็น大漢嘛รู้貴สินเจียว釣紅菜哦冇唔知你冇釣紅菜啊你厝冇你講見釣紅菜哦真正把你我厝有我這邊有頂到時我嚟原來就釣紅菜紅布咯我正價是釣紅布咯係啦紅布啦是啊有啊我這邊個 KL 厝我冇有幫嘅阿韓呢阿韓都釣厝釣紅菜啊阿韓有哦我有一個問題啊咩問題有人對新食是拄着幾無誒？Good question, right? I'm very curious. 我真正好奇，有無哈？真正有人拄着幾啊？吼，有無哈？做咩無拄着咧？我無人問啊。有誒嗎？你真可能幾本有 Chinese New Year 咧。啊，做咩事七個該看到幾咧？人哋真係看未到嘛？我媽嘅貴年紅嘛，嗰啲紅槍都有冇咩敢來？嚇，紅咧放炮亂啊死啊！你看阿龍啲拍衫，你知樣是放炮，還是放嘢 Note 7？放炮 Note 7，我哋諗 Note 7梗係嘥啦。Note 7。你就係定放炮是有離光炮嘛？就裝離光炮，後尾就得多兩嘅嘛。阿 John 啦，算啦，阿 John 即係幾Note 7。你別想嗰隻名讀，阿媽是伊嘅。特別 Note 7嚟，Note 7嗬，有嘅無 explode 咯，伊人本來燒到對起咗咯。而家講唔使幾時 explode 啦。嚇，對哦，伊個背擼擼嘅，伊人個背擼擼嘅，落好啊。OK，嚟講，我冇講按照正來處先正啊，到底個人那邊有釣紅菜哦下到嘅。Depends on, I mean 看個人嘅厝咯，等我嘅厝是無到這個物件咯。哦。我嘅厝是愈簡單愈好。哦，แล้วรู้按照扣手，有啥特別先正扣手？收地圖棒哦，然後就房間下嘛就愛扣先去安咯。抄地圖棒，佢幾時手咧？幾時？我嘅 sister 就講 next week 嘅冇手。Next week 是 this week 咯，係咩事啊？this week 啦嚇。呢拜整啦，這禮拜先正禮拜啊。
呀，你人你掃咧地圖師，你是用咧成個掃地圖師，你咪有等等一頭。啊，是咯。然後紅絲咯，and then 就pumpkin cake 嘅兩款咯，and then 他們有 coca mix 款咯。哦，就托卡。哼。有人有成個特別誒擺特別擺，係咪叫佢這邊特別係花，邊係長一啲啊？冇，那是愈 simple 愈好。康清氣就好啦。康清氣咁就好啦。面有擺本薄啊，我冇講擺個阿哥可能款啦，面 simple 款咯。simple but nice 啦。你講做咩說新疆人特別缺少清氣啦？因為新疆嘛，做就係咪就愛清氣款咯？你客人嘛是愛來嘅。人客人。人客人咯。人客來吹咯，所以你特別缺少清氣冇垃圾啦，嗰條。你唔是吹一個別使缺少啦。哦，是哦。吹一別使收口卡。吹收口卡收個仔了出去，是唔是人講？收你玩嘢仔出去。哦。三包都別係點啊？三包都別使點。你嗰陣時冇人嚟啊嘛，別使慢面扣蝕咯。乜物件？那是冇人嚟啊？那是冇人嚟面扣蝕咯。就話了。是，講笑話啦，但是別使收拖卡，收仔出去，所以你啊抄手，你到啲夾落，你收接咯。actually 獨立頭，你講嚇，嗱陣時講掃是掃出去嘅啦嘛，但是你用 vacuum cleaner 你掃嘅啦，接起入面啊，所以咪是應該會使咯。掃仔，你掃嘅時你掃嘅啦，我開仔咪掃出來嘛。你好嘅，就係諗問對啊，成日都怕仔是嚟輸啊你。輸啦，吞到堆落去嘅咧，十八。係咪嘅？輸了吞到堆落去，十八，佢哋仔吞到堆落去。掃一吞落去嘅啦，跟住拋底啊！拋底，而家什麼有可能？而家什麼有可能喺度拋底？有啦，我有 decorate 淡薄嘅啦，我嘅今年做淡薄嘅 decorate 啦，成日今年我就做安尼款咯，得咯，得我看。今年我就做。你好揾看下，等你好揾看下。哎呀，呢，看到。放這。哦，掉到啲藤啊，有樣嘅。唔是掉，這是黏嘅。哦，黏嘅，即抓有機。抓係機，水啊，個殼膠呢咯。哇，水啊！拍個殼膠，中國風味。喺中國風係咩嘢嚟？呢是一個你想袂到，你想到嘅位，你想到本，假是想袂到嘅物件，一部有店。係咪嘅？這是你 online 店還是去這家店？這家店嚟。哦。這家店嚟。你記得到時，你走去買紅包，我去買紅包，是你本對我去買紅包。但大家人報事。知道啦。啲，我紅哥厝那邊是叫咩啊我去白白買紅包籠咩？我未記啊。Cheras 係咩事啊？你唔使是你知喎。你知喎？咩？我知嗰啲咩紅包籠咩？我去買紅包籠咧，是你唔愛去買，你就見紅包籠啊！你對我去買。那有淡薄，我都想去啊。得咯啊！我唔知，我Cheras係平時我未記。冇，市場街呢？啲冇唔是啦，你參加8個係馬蘭去咧。會中係邊樣嘢？我未記。那我未記啊咯。你話再講我走去啲紅包籠就對啦。你紅包籠咧，今年紅包籠咪興，大陸嘢出。但我係講得有出紅包籠我啥事啦啥？我特色只間有。特色有我特色啦，我強我啊會使。係咪 chicken？ 係咪 Texas chicken？Texas chicken。Church's chicken。yeah，對，安在咪就 Texas 是唔是 because of church 是？是。Oh my god！ 哦，是叫 Texas 啊 ？Churches。叫 Church。Church 啊。
然後把都我諗正價咪是 Texas 咯，我是邊。哦 ，Oh my god！ 我都真係大粒頭 ，Judges Chicken 到底Malaysia叫做 Texas Chicken。食了就 Texas。也幾好食。Judges 是 ，Oh my god！Church Chicken。No Churches not Church Chicken。Church apostrophe Judges Chicken。誒，唔係我正價馬來西亞好食本來別歹哦。嗰啲我嘅啲個好咧，我正價好食咧。對，意思㗎。我就即係我是個一幾件嘅一幾關。啊？我正價冇啦，我冇幾件幾關。啊，冇咩？馬來西亞嗰個有啊？冇哦。咩？冇啦，係冇。我就係去新加坡去，新加坡冇啊，我冇去過幾件幾關。係叫新加坡叫 Judges。Texas one。Texas. Yeah, Texas. Maybe Texas already 把你 brand 呢一個 right？ 好食咩？我冇食過嘅。好食。你另外隻 topic 嘅講啦，講嘅事嘅講。我看真正濟煩惱。唔要緊啦，煩惱啦嘛，白白食了啦。我看我是看煩惱嗰啲看，淨係較 dry 嘅。我聽 comment 啦，我朋友跟我講會較 dry 哦。哦。啊。你白個講，是當講嘅。你白講嘛？當今會看到在攞厝，攞陣時真係時冇咪插攞厝嘅嚇，當今。將我好攞看一個photo。係。你有出邊哦？我冇看到。這是人畫嘅啫噃。咩畫？畫 draw 啊。畫。但係我冇看到啊，未出。I share already。share 到底到來？No， chat room 呀。哈 chat room 嘅。我未看到，我都未 Q iPhone 嘅 chat room。特別唔是本來福建嘅，係咪？本來福建是有善堂嘅。hang out 是這裡啊，這裡 chat room 裏邊。我未看，你未 show 的，所以你 show 你自己 show， 你到底你 show 按照 show 你用 camera show 係咩？我 share，我 send 下影對這邊嘛，就這裡 chat 裏邊。未看到。Why? Because 你是到底 iOS。Hang out。你是 iPad 呀？冇 iPhone。iPhone 呀 ，that's why。iPhone 嘅 chat room 跟這邊 chat room 冇相嘅。哦。當時啊，冇相嘅啊。我 send 那邊我看未到嘅。我 iPhone 看到，都唔是用 iPhone 咩？我特別用 iPhone 我個看到啦，特別我。我看無本喎，也 link 我冇看到 link。用 laptop 啊。我用 laptop 我冇看到 link。所以使 send 個咪也 link。你就去 hang out 嘅看到。我冇去啦，我就 hang out 冇看到。唔是 link，是 photo 嚟嘅，但係我翕嘅。我冇看到，冇看到，使 send 個咪。按咗 send。我大家 send 我都看啊，大家 send 我都看，唔要緊。Snap 我 send 我都 chat room。當陣啦，OK。即係伊是 follow 條路嘅出來人嘅生肖了，伊 draw 出來嘅，你會使 customize 嘅。我 OK，等陣講聲時候嚇，兩張上面，南西上面。我搞到上啦，我想哦，有話特別細，我12歲啊。是啦。了梗係冇歹勢，講12歲家己買笑嘅樣。叫什麼上面 ？Rabbit。白頭。白頭。了豆嘅上面。老狗。哦，豆嘅小狗。阿龍咧，阿龍上面。我聽到人啊。來，拍沙。阿龍嘅上面，阿龍。小羊，今年啊。係咪？今年咪都食羊。舊年是雞啊。舊年是羊咩？舊年哦，那你這個那你咋子呢？了阿涵上面阿涵。咩？哦，阿涵是小羊啊。後邊是12年嘅。對。即係漸漸。嗰陣時我第一後生嘅。What the fuck？
你後生時裝應該是阿涵啦嚇。有一個啲點係笑咩？啲點係笑鳥。細佬就會。對啊，就是回事，這幾個單詞講古小古。小大冇想。嗰個rabbit，古是大哇 ，rabbit 啊，駝，小駝。哈，我不是駝。我係啦，你攞人做攞小駝病去咯。病去是歸去，等陣。十字一時嘅招字就十字去啲。大粒頭都笑咩？別使講。人知。你是香蕉嚟？冇啦，閃糖啦。你笑閃糖啊？都等我看你是耍虎啊？笑耍虎啊？我妹妹看你較新嘅人啊，在邊度學見嘅？成笑。啊？邊度學見成笑咯？你知啊？我未叫呢。唔知哦。我就有善糖呢，我就有爽好善糖呢，有跳，有椒。我希望我看到我靠真靈，我 iPhone， 我 iPhone 就點解靠我 pocket 試啊？我靠啲啲率。我真係冇律，哎呦，死鬼死個人看到青。有青來看無，咪可能看到女蕉啊。冇青來看，裡面個蕉個攞粒笑，裡面個攞粒梅。我老。那可能看這頭一個，等陣成講成，這人有氣人就會看到啦，這樣裝有啊正。我就講唔傻虎啦喎。阿韓路哦，阿韓路咪搞。係咪我冇？我都冇。做咩事我冇啊？我唔知啊，我做咩事冇？教路咩？啊，你諗冇教學阿韓咩？阿南西。冇。冇啊！我看你人有嚟日頭去，我冇啊冇。哦，唔要緊，我有 extra 嘛，都到六十萬好路。自康幾嘢啫？是自康幾年啊？康10個，康一個。自康一個阿韓 join 本我可能伊無 active，嗰時係未數啊。啊，3點嚟得啦。啊，3點嚟得，無拄到伊嘅。即係人看，即係是。再有誒。當叫只 limited 啦，我冇用，我個出幾耐咧？即係邊啲學見聽講不好嘅，樣 design 嘅本。林。十年寫上。唔是林 design 嘛哦。有林 design， 一咁配。green 行，然後一隻流流，前咧泡餅嚟就咯，然後這裡是10年8傾叫10年少少，一邊咧學見嘅成上是一善堂、2樂、3鳥，有善堂，我哋細善堂我哋叫4菇、5條、辣椒，啊，這都大粒頭咯，辣椒，鐵胖醋、白虎。等我善堂是熱咯，白虎、膠鴨、11西、12蒜虎架都冇人知，梗係冇意思咯。哎呦，這話歷史隻股嘅就變咧，係啦，即係歷史隻股啊，就係隻股嘅，我講隻股。頂到嗰扎啊，大粒。我是即係我嗰陣時做啲錄音咪是講嘅就，我先頂到嘅時候，我嘅本來學嘅嘅 group 較細嘛，所以我人 after 錄音嘅時候，我個 continue 到 Skype record 嘅咋，然後拍嗰隻鼓講，我真係只等嘅啦，我只是我哋講到成時候，我講冇人做一個本來學嘅嘅成時候，我就講嘅做出來，有呢個聽就玩翻出嚟，或者阿漢啦，或者你有時有拄到我時。somehow 咁我講嘅笑就好啲事嚟。耶！啊，先都冇參望講喎。所以有時攏算起來，其實咧攏小拖人，其實攏是本來學嘅，算起來攏是小姑啦。係咪是姑？姑啊，鱷龜。長命嘛，好嘛。啊，像鱷龜。菇啊，在菇哦，鱷龜啊。哈，鱷龜。
有人咧，等面嘛 ，OK 咯。鳥咯鳥差唔多個好像咯。然後阿韓是咩啊？阿韓是鳥。鳥。碧鳥嚇，碧鳥啊。嗯。碧鳥是虎，小虎。แล้ว尼莫對就尼莫。แล้วจะ看แล้ว即係冇講過話古靈冠上面，古靈冠上面 clip 啊 ，everyday have fun live 啊，小古啊，古靈冠小兔，古靈冠小兔，攏幾隻兔噶啦？你們是兔啊？你們是兔喎？攏三隻兔啊，都正，小雜三隻，一隻 MB 加古靈冠唔小虎啊，小姑，有陣時豆嘅都小咩？大部分都講小咩？都是小狗，狗是鴨啦。小老狗，都是小鴨啦，福建小鴨咯。真係是特別隻鴨。你買咯，死我！我會了嘅，我食掉。好似買咯，唔知。聽講嘅。我食。食米佬啊？冇啦，我能啉掉糖水啦。哦，我頭先去拍包糖水食啦，你話你三隻咪自己真係食糖水啦。哎呦，我食咗糖水，唔係我都食咗米佬啊！我第時食米佬，唔是食咗糖水咧，食咩米佬？你講我啉米佬啊？唔是，伊就講我啉米佬，講我食咗糖水，但看到我食糖水無啦，食咩米佬？我看你糖水話，我看者。我看你糖水。你糖水是唔是點解求我去食咧？誒，愛喂，啷看到？哦咯，哦。呀，走啦。你係了，你就你賺了。紅豆。哦。個咩啊？即係咩啊？腐竹薏米。哦。這個上個你零字羹可呢？係咯，零字羹啊！你記得當時你要坐我去食阿妹時，咱去食你月餅嘅時啊，咱忘記同食咁大。迄邊個邊？哦，老早你當你食月餅嘅時，是咯，我老細嘅時咯，對，我老細。4年咯。哇！4年啊，我。我老細嘅半死嘅時。食咖喱香就老細啦。真係熟是我上久無對馬來西亞熟。當佢我大年對啊，我無大家嚟試啦。大家嚟試。阿蕉啊，白仔，阿老細。大家 sorry， 我走了。拜拜。OK， 拜拜。拜拜。跳出啊！拜。跳出。誒，咱冇。拜拜。他點啲洪水嘅物件，我要知定係。唔知喎，洪水啊，未 start，已經做X。做 X 一。做 X 一，伊會 talk 會，伊唔知，我唔知第時 start，伊會講喎。normally 嗰陣時看伊講。伊等你先至講啊。apparently 伊是真dickish 喎，伊是壞人嚟，臭人嚟。哎呦！伊唔是一個 nice 嘅人啦，唔是講伊是不好嘅人啊，伊袂曉做人啊。哦。伊嘅 character， 伊嘅 attitude 是唔是？attitude 不好嘅啊。maybe 上大粒咧，是人家人對了伊嘅咩？伊嘅 secretary 會打伊，唔知哦。有。特別伊就是入面那小地方咧來頂。是啦，你話伊真正個帥對，唔是伊寫嘅咯。哦。伊名咩？你講嘅名咩？迄個 kangaroo 會驚。kangaroo。
kangaroo 叫咩？kangaroo 叫唔知叫咩喎？叫咩 ？kangaroo 叫咩 baby？我 send 咗你啦。kangaroo 叫咩？我唔知。考慮下 message。冇誒，嚟啊！阿 John office 嗱，嘢 chat 入邊嘅定你看咗冇？我看哦，洪水 consultation。真係有啊嘛，出啊嘛。哇，伊嘅 method 真準嘅喎。你睇咩？美國啦，伊吧。因為我玫瑰伊有一個學堂，我知哦，伊個風水學堂嘅啊。我玫瑰伊個學生嘛，都快準啊。哇，水咯，伊 website 特別伊個機，即是平時嘅，伊個機，伊是伊換，但你換無相嘅。唔知。風水 and astrology，我唔捌聽過伊。我是要再講啊，蝦米人今年成個，頂住我看到隻姐咧電話，我 send 我看我吹掉。人講伊隻 WhatsApp 入面講蝦米年，就是小好年，是唔知幾時特別做咩？小好 OK 啦，今年。小好就紅嚇。搞好，好過頂年。頂年無好啊？頂年無好。你嚟講下，你知係咩物件好？今年要小雞人好。我叫佢走了啊！住嚟。小雞人無好，咁啊，你小雜波自己嘅自己嘅。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係去做小雜波了。你唔是講 Q 厝嘅咩？Q 厝嚟。我只講紅色嘢。OK，嚟講，我俾債嘛，我突翻嘅時我看到咧借貨專登我看，我看，啷講啷我等只除掉 background 時，啷講 Q 厝。Q 厝啊，我無咪 Q，因為我無啲正啊，先至啊，無咪好 Q，我哎呀，厝大隻啲 Q 啊啦，咪好 Q，先至啊，嚟 Q 咩？先至嚟 Q 嘛，我真正係咪？我真阿扎佢清楚。啊！平時都 Q 了係嘛？特別你有成 Q，你 Q 厝嘅時候，你有成跟住新正個做嘅物件，係真你知道做嘅物件。我本地是愛食康啊哩物件咯。然後早幾日我巴肚痛，我 food poisoning 要未做，所以看下禮拜咯。下禮拜本未好食無用嘅，可能就無法了啦。無法啦，所以 normally 會做是講乜就係先食乜食熱啦，是咧食啲正牙龜先食啦。咪食托卡咯，食學卡托卡咯。你30名食托卡啊？30啱咪食托卡嘛，唔是咩？12點 before，定貓看我細漢時我看我係廚師食學卡嘅啦，30名是啊，แล้ว喏食你達到做咯。食托卡咯，但係我都唔知邊做咩愛食學考食托卡，你卡波出邊解托卡。你媽仔唔得食嘅數，媽仔唔得。唔知哦，但係特別我係麻奇怪，我麻食二本手托卡嘅。點都不講句。係咯，伊貴啦，下晡3點你收托卡啦，伊講是真貴啊。所以我係厝無咪辦當物件嘅，我唔是未曉，我知這個了，特別我係厝無咯。我係苗本食咯，我看死殺掉晒嘅，我係苗。講到 Q 厝啊，你講到啲 Q 厝啊 ，Q 手咧厝嘅時候，唔是先知係啦，平時是，當今咱咪是定期咱講到是做咩事？我哋講啲話題就是講你automatic 嘅收托卡啊，喺你電嘅 LYB 啊，電嘅水啊，嚇，喏，我試下。裝有用，嚇 Roomba 裝有用。我試下俾啊，用 Roomba，我冇啊。你用 Roomba 是夾不還是你客戶攞？我第幾年㗎 ？Midwest 啊，咱都係 Midwest 啊。伊個阿毛家咧，伊人suka用 carpet。so carpet 有錢係一 dust 嘛。แล้ว whereas the New England side 伊人suka 用 wooden floor。so wooden floor actually 較會 maintain。
嗰邊咧特工嘅。So 你用 Roomba actually 用 carpet 嘅 Roomba is that 你用 carpet 啊，伊食電。伊 battery 要真快 ，whereas 你用。Because 一件是個靠爐，whereas 你用 wooden floor 伊較快。Then 我用 Roomba 啦，了of course Roomba 伊有洗，伊有 wash carpet 嘅本有 mop 塗骹，普通嘅塗骹有。你用 Roomba 就久啊？Since 2012 啊。Okay lah, lu suka. No wait, not 2012. 2009, 2010. Lu suka lah, okay lah. Lu still 用掉個啦。我 still 用，特別我係只粒 Roomba 伊 battery 無了。我用嘅時候，我看我 battery 無了。你好炸聲啦。對 order 伊 parts。是，會使換啦 at least。你使換伊 battery。Roomba 你會換伊 parts，but I don't know whether Malaysia 你會買到伊 parts。當然只興嘛，特別唔是，maybe 唔上漂。But Roomba has been around since 就舊了咯。嗱，到底Malaysia 洗頭殼，攞住有咁有 Roomba 洗頭殼物件，你幾少誒？Malaysia 個無你事件啦。特別我就是啲學生咧，看到我朋友用我先人架帶啊，我買啊。我係媽甲我係姊妹用。你 imagine 啊，你用一粒 Roomba 啦，了你厝百人講啦，有地主講啦。你係識 set 你嘛？唔是咩？你識 program 咩嘛？你識 program 講舊啲變價，你識 keep program 咩嘛？呢隻叫咩 barrier 係咪？我 imagine 我厝 if 我買一粒 Roomba 後嘅嘛，得咧我厝地主講 that would be very funny。冇伊 Roomba 佢曉去甲平時佢拜啫，拜啫一個貴。我你想買啊？你厝是塗骹是唔是夾筆嘅嘛？你厝塗骹是刀實是 hardwood。我厝刀勢。刀啊，因為刀我買厝門是刀勢，伊樣幫到一炒一厝塗骹，我頂到是無我知道對佢舊年對佢是冇咁有嘛，所以我有時對塗骹較清氣。我成日係數咪貴咯，數嘅死人頭毛啊。係咪頭毛？哦，頭毛啊！對。一下呢，你掃塗骹，你掃一下呢，我就頭毛甲了啊。所以啊，要緊是數頭毛呢，講真刷啦，頭粉都冇濟。是頭毛大包掃塗骹，掃就是大堆頭毛嘅。人家成鬼魚可能。白晒成一龜魚可能。那梗係滑仔。梗係滑。啊，滑嘛，頭髮嘛。แล้ว兩個韓國我俾齋個韓國啊，樣成免講韓國啦，百嚟位兩個有成個洗物件，像扣厝物件 gadget 啊，成個好如地藤啊，成個冇上嘅物件。攞嚟其實扣藤啊，是兩個藤啊誒，迄個玻璃是一片一片，然後咧開壓落來誒是一片一片咧，迄個玻璃啊，你叫咩？咩藤啊？芭蕉興嘅嚇，係咩嘢？芭蕉藤。芭蕉啊？芭地蕉。哦，芭蕉藤啊！所以伊藤啊，係你可能是一諗咪切藤啊，是咪是？咁物件夾，你食物件？哦，哪個？倒入頭你知做咩？唔是我。嗱。唔是我都冇叮當咗隻。笑掉 ，OK， แล้ว你去糖啊時要買自己成啊咧，一時就湯就比較湯，你叫咩壓，因為攞啲 sponge，然後咧壓到啲玻璃去燒咗啦，有乜用過？我有用。舊嘅糖啊，舊嘅糖啊，然後攞有成個百行生物件 gadget 到啲興嘅，然後再成就 mop 啊，新款嘅 mop 啊，係咪？我用我 vacuum。vacuum 你 vacuum 上面你用戴森啊？戴森
打邊有戴森啊？我用嘅戴森Malaysia baby。呀，我笑喎。我去吹伊嘅 appliances area 伊人無賣。你是講伊人賣就是加無咪包袱，我就是 heavy duty。哦，你係啥物物件？啥物 model 啊？咋？我對看等下。然後你讓就是讓手機掃頭卡是用 vacuum cleaner 嘅，但是冇啦，可能頭卡定嘅就只用 vacuum cleaner 啦。是咯，垃圾成日飛喺度，個亂嘅事。I think我知咩事啊？多日頭，我知多日頭，我知咩事？讓只用 vacuum cleaner，用 Dyson 冇咩 option。我儲本用DC41。我無穿目鏡啦，所以我看無面全出啦。伊個 box 都點樣關？我係 storage。哦，I see。DC41。你有可能就是你先較少人用。你先較少人用咪？no，我係儲，我係本來我有 vacuum。我去困啊，我未打鼾啊。OK， 真嘅。OK， 拜拜，Happy New Year。拜拜，伊受水節了。大家啲受水。本來我咪用個我在我厝咪是，我是講怕少人，但係我有 echo 問題。林生將 echo 嘅。冇啊，kalau echo， 哇，我夾起來開，我個，我應該 charge 掉電啊 ，because 我冇電了，我 Q 出來咧，go 啊 ，hello， 五個，哦，誒，你冇帶 phone 呀？你冇帶 phone？哎呦，這俺那邊咧學嘅呢，特別嘅邊個啊，伊厝只垃圾咩啊？講叫厝是冇人講不行。我會記我係 the logic is 我反正講用 vacuum cleaner because 假使用口手掃嘅時，伊會 dust 㗎啦背來背去。so 你掃頭殼，伊會 dust 背來背去咧 ，in the end 你做係咪貴？你是刷起包嘅咯。So 用 vacuum one 頭一刀先。你用 vacuum 嘅時候，你到厝時你頭殼唔是定嘅頭殼啊？你講到多出嚟。你本來些。本來嘅都是定嘅 ，yes。你是茶㗎，還是 tiles， 還是 terrazzo 啊？什麼？marble floor，OK。แล้วรู้สึกสวยแล้วเราอยู่ทอคาอะไรสิอยู่ทอคาสิอยู่ทอคา用มออันจะค่อนเนี่ยมอต้องคิดจะเจ็ดสิเนี่ยจะ primitive มอบละไว้ด้วย sophisticated มอบจนเลยมอบให้เลยมอบกันแล้วมันสิเสียงเลยจุดนี้แต่พี่สิค่ะเองเขารู้ค่ะแมนอัดเลยคือแล้วจะพี่จวนให้เลยมอบมาว่าสิได้กินเนี่ย照托卡是去轉嘅你冇。Naturally 對轉嘅 ，it's just that I call green that's all。我唔是用去裝成淡膜，可能膜嘅，我用嘅是你絲絲格格嘅，絲格頭嘅，葉頭嘅，迄個字唔咋好用，迄個比較迄個淡膜迄個哦，就假淡膜迄個啊，假淡膜嘅嘛，迄種個重。個歹轉，แล้ว有陣時伊會播垃圾咩嗬，切到你規間厝臭嘅了，我你規間厝臭嘅了，有迄種味嘅，敢無？我記哦，你熬浪味啊，即係嗰啲嘅，所以我早幾廿年前嗬，我係你教我用迄個絲格型，迄種長型嘅啊，長型嘅種嘅，綁出來洗嗬，了啲衛生會不會洗，大陸不會洗，可能咩用湯嘅哦，個鉗啊。啊，有影是 soft 的，伊是一條可能啥毛，一條啥糖可能伊會剝。哦，成個醬啊，膠嘅醬。你想揾到甚至可能
tapi still 嘅，是薄。it still 是薄嚟，it still 是薄，佢是真係種嘅糊啊，可能嘅。學飯嘅。something 可能。一學飯就薄就是薄下呢。真正好用，迄個真正好用，你搞一 corner 嗬，以後家己轉你嗰就90度肯轉。我唔知我就講搞，你叫我看。我叫你，不要緊，把你吹，我叫你看。internet 啊，你阿張看 internet，我去 post 啲 internet 嗰啲咯。呢是 Mr. 嘟誒，迄個票誒。哦 ，Mr. Clean 嘅票。Mr. Clean Mop， 應該是 Mr. Clean， 個是 Mr. Muscle， 我未記啦，定係我應該伊個迄個 packaging 我掂掉，我甲人買 review 嘛。我知啦，伊是啥樣？喲，我是聽到 Echo 啦。冇啊 ，Echo 是我嚟，我冇揸電了喎。你聽 headphone 咯？冇本。是冇啦，我聽到。哦，唔是 Mr. Clean， 是 Mr. Muscle 或者咩 ？Ugly。會記啊。安怎紅險類？你請 headphone 啊？我係咪有請 headphone？我冇請 headphone，係咪冇請啊？你就是請 headphone 啦，我講。我請 headphone 較好勢啊。Because it's still both headphone speaker 出來是條 GP 的麥的對。我冇啊，我看個了啊。看個了啊。然後這話題買口罩。OK，我冚掉我聲聲啊，我冚聲。我是新疆是 Q 出。你知有咩叫做嘛？特別我是俾希望人嚟講about你成日講抗洪水嘅物件，特別冇人講嘅。福建麵咧，福建麵，你成日到處叫厝哦，是你叫啊，是別人你媽叫你講。我還沒叫厝。我沒叫厝你。你就自己個叫。嚇？你就自己個叫。你叫掃住頭卡是咩？冇講只大掃啦 ，normal 掃你看咯。你用掃頭掃手掃是 vacuum cleaner 掃。你用掃手掃啊？佢哋吸塵機叫咩？好薄呢。你除頭卡本是係咪頭卡嘅？冇食啊！冇食誒，特別邊樣啲掃？我哋個影嗎？掃頭卡掃一杯去啊！咁啊！成日特乜頭講嘅。解咯，人這邊咧學嘅。你冇叫住，你冇叫住。我聽人叫。我好嘢嘛！我唔是好叫笨蛋。我嗰時只笨蛋叫住。我是有揸正日講，特別我有 echo， 當我收到迄個 problem 先。你除你 headphone 先。你講咩？你 home office 叫一區叫。So 2 days ago 我叫 bedroom。So yesterday 我叫，昨天我叫我。你講叫是你做咩物件咧？咱今日日我都會叫我 living room。你叫是？你做緊了one shot 啊？就是咯。就是哦。你講橋是係咩意思咧？你做係咩嘢？你 vacuum cheat every single surface. You vacuum every single surface, and then you mop. You vacuum including wall, those panels on the wall and all these things. Plus you door. 你是禮拜每人橋啊？還是一個月打什麼？就估就上。我 normally 都是 every 2 weeks vacuum 嘅，然後我 every month at least 會 mop 嘅。tapi 我當今 in terms of my life 當今 is somewhat transition。
So 我 actually last year 几年我无虾米扣出。冇咪 Q 掉。Because 我 actually 我伫单位搬呢。阿龍咧，阿龍按咗你到啲韓國時，韓國我就感覺到韓國就你成個日本嘅可能吸收嚟用嘅 gadget 啊嘛。有真濟，但係我唔係，因為我自己環境，所以我唔需要用我哋自己。你到房間人即係橋咧，你到出到韓國時。我橋咧好似有幾哪裡所在呢？塗骹咯，塗骹掃清氣了，揉。因為我所謂真正洗，所以我一來用手就會掃，手就會揉嘅了。了洗就已經洗我嘅微信，不要上把，冇啦。我就咁大嘅，我同你是一間房間嘅嘛。你洗在經是想真係。邊塗骹？我不是隨裝隨便塗骹。韓國係真經想做係嚇。韓國係最勁，我成日擼就係勁。今日你先最勁。我頭先我嚟講頭先講，我會真正來嚟講開話。就係叫問最勁嘅款咯。最勁是真係 shower 是搭或者咩 ？shower 我係 shower， 我係房間是真係本嚟做一個開門，一個洗湯，邊啊一個微信，係咯一個 shower 掉到地面安嘅。因為一 shower 會做淡你裝曬嘅喎。誒。要笑，特別你看你按照長咯，但是你搶㗎，迄個一盤啊，你去盤伊話咪會咯。特別你我用 shower 嘅，我冇bathtub嘅。我有 shower， 我有 bathtub， 但我較少用。shower 甲 practical bathtub 算水。啊，伊個真了水，迄個垃圾，個人嘅世界。啊，人世界 bathtub。in the Midwest 啊，John 你會我係會本 bathtub 特別我冇用嗰水。bathtub 是只按摩嘅時間浸。你到底邊樣嘅事處事你都按照介紹嘅？我有按啲嚟教我做嘅。哦，係啊，好個後面係，特別因為我家己是真正。我唔係講前期使用啦，特別我暑假零簡簡單單嘅，所以我嚟我嘅厝本是真正冇咩物件嚇，我愛冇用嘅物件，我需要ตู้裏邊擺水個了，外口是空空嘅，所以我按啲過嚟掃，真快度，你掃清氣，所以我一個月9月來一刀呢，所以我前期 all the time 是前期款嘅。哦，我是特別熱衫。馬來西亞價值桃款㗎。對咯，因為我後面啊，因為我在鄧州門啊，鄧州門就少 development 啊，我在就係，所以佢冇桃款咯。我看你多較慣嘅數。嚇，我都山頂嘛，但是你啲鋪地嘅話咧，都會計有隻桃，好似車貴嘅事啊。轉路嘛，大鄧州門啊本。啊，是啊，特別我鄧州門啊，特別本是有桃款嘅啦，是講較少，你成講大鋪地時咧，你桃款就比較快。不夠 echo 係咩 ？echo 哦，你用咪我明有做效力啊！冇啊，我冇啦 ，OK。啊，兩張冇去，用 headphone 啦，有個啲脆啦。我咧把路就冇時間啊，咁咧用 speaker 了嘛，你 headphone 係點起得路咧嘛？有當時 noise cancellation， 冇 cancellation 個有當時個別，但係時別。嚟，你講後面你嘅就是講，是後條講咩？冇，因為我見你走去 Apple Store，所以就我講要用新嘅 headphone，我實在你講啊，我想去俾你 headphone 呢。咩 iPhone headphone。哦 ，Android Beats。哦。我就 suka， 應該是 Bluetooth 嘅，因為我就 suka，因為同佢提示鈴嘛，每一個都嚟咁冚咗嘢，嚇，而家未聽啊。boss，我話係。阿 John， boss 加個，對 boss 上貴。啊，到嘅。係你 B 嘅票嘅就是。到嘅 Apple 嘅 Bluetooth earphone 啊。啊。哦，係你。我看到人。我看人用掉了。哦呀，特嘅啦，我唔看過。我看到人用了，我冇看到佢。我看到，因為我剛剛我見過陣時，我看，做乜嘢嘢副安尼個嘢呢？我看到之後，是咯，嗬 ，Apple 嘅AirPod 是咯。啊，比伊到掉，我看伊找到佢應該是 OK 未落安款呢。
我唔知我冇 try 過，所以本身唔敢講。特別我冇看 review。我看到啦，我們 in market 啊，包 in market，但我唔知價錢話貴。I think 現在是8個塊美金咯。哇，8個塊那即係咪愛夠1000塊？哇！我驚咯，你紅險咧嘟就冇去啊，了個8塊。是咯。做咩嘟就冇去？伊是 wireless 嘅，成個咧 Apple 嘅 AirPods 嘅 headphone 啊，特別伊是冇線嘅。冇啊，那 wireless 啊。แล้วอันจ้าตัวเจ็บปวดขลังเก哦，你撕裂的如果你係都講到就噗就唔會搞到落海。是啊，我看隻小英安怎呢？伊是上個你請 Apple 嘅 AirPod 特別冇線咯。你叫咩？伊叫做 AirPods。AirPods。那個係找鋪。哦 ，OK， 但我冇攞啊。我未去店看到過，所以我唔知。那咪是上個 iPhone 你看呢型嘅嘛？特別伊是一支，伊無線，伊一支可能。伊是會卡一支可能啊。即個搞我眼光不要緊，伊頭一個去買就對。你繼續研究。OK 啦，你有一打咗嘅 box 加一個叫咩啊？ floss 出去嘅 dental floss 嚇？成個 dental floss 嚟嘛？你你看到？冇看到個，冇 show 呢個 box 係白色嘅，然後咧呢係啲啦尾就炸死嘅咯。是啊。因為咱對 shopping 咗。但係你去Korea 多一間嘅 Apple Store， 多一間，換咗個。Miami，耶，嗰邊酷。OK，呢是 review 話翻嚟 release。特別唔是 Apple，唔是只 Apple Store 啊。我Korea 冇佢哋 official 嘅。Korea Apple Store 啊。Korea 冇嘅 ，Korea 有幾嗱嚟 franchise 咯。我諗馬來西亞咪是冇 Apple Store，去到新加坡。新加坡咪是冇呢個規模股呢？新加坡啦，去新加坡我咪是過。咁樣講你四頭卡咪見Mr. Muscle 啊？你我冇去錯，冇去錯。Mr. Muscle 是你沙文股係咪？唔，主要係咩？半嘛。你嘅即新加坡嚟，我冇去除啦，我頂住有除到一包。我係 refill 我未記啊，哎呀，先你 refill 係啊，我吹，你真好用。我係按過去買另外一個無上票嘅，哇，到底買咯。哦，yeah。到底買，嗰啲無好換，即係小好換咯，我買一種嘅，特別派除哦，爭快賣了，係 test 嘟啦。伊即是用一刀啊，客家起啊是？冇，伊唔是 tissue 嘅。伊唔是裝上一 tissue 你看你用一點嘅。哦，不如，伊是安尼款伊薄啊，即個用塊骨啊。大家你個佢 Q 出是啲乜 Q？OK， 好。咩？安尼款呢？我舊位姊妹咯。哦，I see。笑。倒 Kiki 啊，呀。Which one？ 即係頭先你講咪 Magic Mop 啊？等我去吹佢 Magic Mop 先。就好用哦，我用啊，你一洗伊就落了伊迄個惡嘅。伊上加用手咧出來啦。Which one 看到先 ？Magic Mop 吧？哦，唔是 Magic Mop。伊上 Magic Mop 吧？唔是，我看到 Magic Mop 特別唔是喎。伊唔是，伊 maybe 伊會跳啦，咪 Magic Mop maybe 是一個。冇，伊這是一個 rectangular shape 嘅四角。rectangular。然後伊會插本隻啦。呀，到底喺度冇得咩 ？off 掉啊，我 off。YouTube 嘅，哦，大媽是有嗎？大媽有吧？比較少去行數。
伊个茶无写伊漂 ，because 因为我买啊一只久了，所以即个我豆豆买 review 尔，伊个茶无输，我无买着伊迄支茶咯，所以我无咩会记伊个漂，应该是 Mr. Muscle 来啦，哦，毋是 Mr. Clean 来 ，Mr. Muscle 哦。講就 Mr. Clean 咧，有迄個Magic Eraser。我有。你用哦？有。我是真好用。伊是毋是 eraser 哈？伊去切你種嘅格物件個咧，嘛，敢無？你想我是卡 A 靠的多卡，還是咪叫？我啲 Korea 嘅事咯，你加阿龍了，我啲喺你大鎖面嗰邊。哦。啊，我大鎖面。Korea 冇大鎖啊？哦，會嘅咯。會嘅咯。特別用嘅大鎖價同日本嘅大鎖唔同嘅。哦，我想上隻票啊。伊冇上，伊數冇上。哦，特別冇似佢隻大鎖啊。因為所以我唔就係講，所以我唔就係講80塊啊。老實講，我唔就係講是住抄住嘅咯。老實講，因為韓國你是有藝術嘅，就係句啊。是啊。Korean 啊，伊寫成個。他就是咖料咯，他是 everything 哈密啦 ，everything 啦哈密啦，係啦，一索是有嘅意思，有。哦，哈密本有，哈密本有，所以一索，冇是 absorb。哦，他一索。我想學個，豆沙哦是哦，哦嗦，豆沙，我嗦我大嫂嗬，把你大嫂正啊！我買物件嗬，我愛看是 made in Japan 嘅，我買 made in China 我買買啊。因為 made in Japan 嘅嗬，伊物件較好用咧，真正。對，較水嘅。較水較好用，較好用就咁樣啦，無相嘅 quality。伊有兩種嘅嘛，一個是 made in 都愛看嘅嘛，你買時都看 made in China 是 made in Japan 嘛。你我去買一個沙西嗬，有一就好用喎 ，made in Japan 嘅喎。誒，南西我都看這個，互你按看。即係160塊啊！知啊？你看應該知啦。哦，按你看柴啊？即是你燒咯，插落去一時你燒哦。好啦，要 charge 啦。我看過要，嗱，你安尼咯。係咯。Q。แล้ว charge แล้วคำว่าเหี้ย charge แล้วอีเดียวสิ你จะ插落去哎呀，早知啦，我就唔知買咪成節可以買啊。哦，你冇買話？我唔知啊，那我知我就買這個無我頭條嚟買咪香。你冇買話，佢講我愛未見。哎呦，你 OK，你個講到對。這個，係數。這個。好。這是去邊那個格格嘅那個 eraser 咯，我講嘅是這個喎。啊，我看。你開有冇 video？開啦，你。誒，我冇看到。有咩？我家己看到，我家己嘅。看到，我你看到係咩嘢？你看到我手喎。啊。即是冇相啊！我講嘅喎，我講嘅是。冇相。白色嘅 sponge 啊。哦，係你 sponge 是 sponge，這個本好用 ，sponge 我冇用。這個嗬，係講煮嘢 max 啊 ，water 嘅 max 啊。哦。加係你會先嘛是邊有嗰種垃圾嘅咧，愛。啊，係你偷食當可能邊咧，伊就出來啊。就好用，特別我馬來西亞大咗無，我除咗冇時除冇。哦。啊，我除咗冇時。你睇所以嘅就只咧，看奇確物件咯，冇，接咗我時間，我就是間龍講，我暫時去大嫂邊可以接嘅了。哦，你嗰啲時都去 stock up 啊？冇啦，冇咩字啦，就俾就知入對嚟。我成日講馬來西亞湖嗰度，俾一啲啦好用，馬來西亞除冇。唉，變講我去俾你 sponge 嚟用咯 ，sponge 本好用，特別 sponge 節用咧就掂啊嘛。用一卡字，你識冇唔知我嗱就我掂，我冇掂。特別用時伊無個你插入去嘅咯，你插嚟錄。是啊，唔知我冇用緊你 heavy duty 個。有個有一種嘅布，我本係recommended 嘅。這裡，等下，這裡真好用。我本是啲我朋友啲 online 俾學話，伊當時 made in Korea 嘅。哦。所以我啲 Korea 嘅事我全部掉。這裡冇啊嚇。冇，所以你去切呢種嘅
迄種嘅，像烏豆葉下面哦，是普通嘅薄是洗袂落嚟嘛，伊會洗掉啊嘛，咁冇。即個無你一洗呢，然後伊會洗個咧無掉啲迄個薄嘅一頭落嚟。是袂食入去薄。袂食，特別無好是新鮮咧，要淡薄落毛，特別買關都走用，洗吼。洗過啊就 OK 啊。洗過啊，伊就 OK 啊，就好用。即是成個都接到頂啊，要到頂結真係肯用。你手錶得到除掉，我本是啲這邊嘅大所除掉，到對我平時啲 online 買，我用好用。แล้วว่าที่ไทยซอช่วยเดียวแต่พี่ไทยซอ quality ต่ำ不相 because ไทยซอ可能是 made in China 啦因為 eBay 是 made in Korea 嘅這裡咧咯用這裡哦這裡 eBay 咋唔是這裡 IKEA 有賣哦老實講是唔是啊Swiffer 是有我看過這個無人冇用啊 Swiffer 好用嘛車有幾時車，你在往時你 dashboard 嚟啊，你穿未掉啊？你踩車隻個石頭啊 Swiffer is a expensive 節目清嘛。tapi because you capture dust. Yeah, they will say that it's static, you track dust and this and that. Yeah, but fiber 真係有，所以頭粉嚇trap 到啲between the fibers 嘅，所以個芥末青個冇，芥末青原來是掃來掃去啊。芥末青冇啊，隻股冇用啊，芥末青唔用佢添啊，我係 health 大 health 叫全部唔用嘅笨佬啊。芥末青是掃多邊掃去，這邊掃去多邊啊，係咪？都一個我 share 冇個來呢。都一個我 share 真嘅，一種嘅 tissue， 個女仔是嘅啦，比如我問你全部一索，我存嘅是即個一種嘅啦，伊有觀察一種嘅，特別伊安尼款嘅wet tissue， 即個對，伊是即個是切 household 嘅，了個你是切 stainless steel 嘅，了個你是切 toilet。我係用。係咪 toilet 四隻萬呢？伊是 tissue， 伊是 wet tissue 嚟嘅。嚇。做半，無相嘅。即係是有啲是切 toilet bowl 嘅，了有啲是切 house 嘅，了有啲是切 household 嘅，了有啲 stainless steel 嘅。kill bacteria 啊！了有啲是切glass 嘅 window 嘅安尼款嘅。了我把你存一包呢。我較濟有俾 stainless steel 特大俾本大數呢？即個伊唔是特無，伊唔是特嘅所在有嘅，伊 only 路台是愛去找迄種伊樣有接迄種 imported 嘅 grocery 嘅mall grocery 嘅所在較有嘅 grocery。因為美國只濟人去考本嚟，是美國。係咯，即真好用，我真係用。哎呦，我笑。400萬人可以嘅死。阿龍。真。Korea 嚇400萬人有咩嘅死？面下咯。手超啊，喺度定定手超啊。哦，一支。你講曬湯咋？嚇曬湯嚇。喺曬湯我是用佢哋熬出嚟，係 IKEA 嘅。有一個凹，係咯，一件物件擦掉嘅。攞有一種嘅。你咪是鮑魚擦啦？誒唔是。鮑魚擦 ，OK。唔是鮑魚擦，鮑魚擦是。我唔是鮑魚擦，鮑魚擦是。佢哋劍呢套膠會滷嘅。特別好，我 advice 所對率啊，咪幫油水洗都就有伊個塗卡。伊個頭衫，伊個模式，咪去綁真正迄種 heavy duty 嘅迄種嘅。外面有強嘅後嚟去變嘅。咪用佢嚟變，because 啊，你變咧嗬，伊個 protected，佢哋 protect， 伊有一個 protection 嘅嘛，咁。哦，我知你講。伊個洗膠 ceramic 有嘅，伊洗再伊固定。伊會掉，或者是伊會掉嘅垃圾。伊真啊快掉青掉迄種嘅生嘅，即係係咪啊？袂使，你做凊彩款，你甲骨力洗爾啦，理解是。你凊彩款邊邊洗款就好了，唔係講話綁迄種嘅，你講有後嚟迄種嘅來洗。外面佢用後邊啊，脱個布。我點解你貼嘅是無上脱嘅是阿毛灰嘅塗卡真勁。迄種阿毛灰塗卡唔要緊，你綁 bridge 落去綁迄種嘅，是唔是 bridge 落去倒落去，唔要緊，特別這種嘅。等你。
尤其是新厝吼忙，有影是你新头所，你因为我把你甲换头是久尔，我顶年头甲换了嘛。12個月嗰爾，佢肯甲我做頭時人甲我講，你袂使用嗰啲咩來西亞嘅固定嘅部位。佢講你用你凊彩用沙盆粉洗洗，可能就好了。所以講會通。有啲人即係托卡就托卡，注意下，你就咧，伊托卡隻骨嘅我就冇見咁樣。尤其是我係咪上骨，咪上骨。我用了一種伊是 from Korea 嘅，特別伊這邊夾 packing 啦。真正好用，我介紹蘑菇用蘑菇 fall in love 了直頭去俾。我真係攝嘅效用啊！伊用了嗬，伊骨甲來，伊唔是講其中骨甲真係吉利嘅，因為有啲骨甲真係吉利嘛，成日行落喺巴肚嗰啲嘛。伊骨甲咁好 just nice， 然後骨真正清氣啦，真正香。伊有3種嘅 flavour， 伊會變有紅色，有最紅色。然後有白色甲青色，我用白色嘅啦，伊比數甲 OK 啦，我梗係接受。因為青色有陣時我冇咩熟㗎，佢哋長毛鼻嗰個，佢咪日本長毛鼻我就係嗰啲嘅。長毛鼻咧，檸檬嘅鼻咧？檸檬嘅鼻究竟啊？檸檬味個 OK 我接受，特別長毛鼻我鼻。因為我就是個長毛鼻喎。熟甲 OK， 你講你食，你啉 OK 啊，特別你厝哦。沙本啊長毛鼻，你拖卡長毛鼻，你細碗個長毛鼻嘅咧，唔會咩咩？輕咯，就是長毛鼻。就是上輕嘅嗬，你咁你用隻長毛鼻味我未接受。我用到一個長毛鼻，就是咧 Aveda 嘅 shampoo 是長毛鼻，定得是。你頭毛咪長毛，成日凍陰咁見嚟嘅佢。我係雜賣烏龍，我成日凍陰一碗凍陰見嚟見去。因為我長毛我就是想到嗬。豬腳 ，spices 豬腳，食應嘅，伊安怎？我明白。OK， 我是淡薄 OK 啦，像啊入來食 OK 啦，我食會接受。特別講，因為白滷吼，迄個係咪 aroma oil 啦咩？我其實我冇買俾啊，有長毛鼻對。嚇，我買俾，我咁買俾兩本都冇你去紅。我是個長毛鼻。因為小學嗰係咪物件人最400萬 OK，400萬當然比較有一種啊，前年我嚟咧本咧 eco-friendly， 特別伊是頭整是啲 sponge 啊，然後你別用嘅時候，你夾伊嘅 handle 啦，吐這個 sponge 位，然後是伊嘅 sponge 掉到水嘅時出沙門配咯，然後你當拍字啊，你冇等我冚你先啊，然後你拍字，冇你拍字啦，你吐嘅啲。sponge 啊 ，this 嘅時候你夾住佢就買切咧時，伊 handle 就等伊eject伊係一粒 sponge 走起來，佢夾咧。你好了。我 online 看。一個正講，一個蘑菇無起來講，這兩隻本事哦，又怪來嗰就，Q 出又怪來。有陣時我人啲車我買會發哦，含人膠，亦嘅質就借嗰就，我有陣時。啦，你บอก咩 message 蘑菇嘅嚟講？唔知困嘢咯。袋你冇掉。我就是remind me of something。袋你冇定到是叫咩啊 ？Scrubbing bubbles 啊，Lysol 啊，係咪有？我就是toilet one。Yes, that's the thing， toilet one 掉。你是想同我講嘅？你嘅。你買時 ，if you pay small amount 啊，伊個 sponge is good. So what you do is you buy in bulk. Yeah. 你是唔是one use 啊 ？You buy in bulk or you buy in 我冇買，我冇用。我是我再講我看過嘅。你用是唔是 one use ？This one you have to ask my wife. Tapi what they in bulk is one gigantic box you nak beli 30萬粒。我唔係用過。如果說我當你鋪面，因為我請來就托卡400萬後，所以我冇樣嘢 supply 來，所以我冇 provide。樣嘢來啊？樣啊，你just 倒伊個 holder， 伊個 place holder。你叫咩？Toilet one 啊？係咪 ？Toilet one。Toilet one is Clorox, so I think it's I don't remember right.
Toilet one. 我去北京啊，一 company. And it's Clorox lah, of course. 啊，對，我都看南西，所以都係去吹。咩啊？馬來西亞冇咩？你啲有本啊？我 share screen 啊。因為我見到 share screen 嚟啲。你個白佬我有買一支是迄個 Clorox 哦，伊是 in pen 嘅 form 嘅喎，伊成個 pen 可能哦，成一個 marker pen 嘅可能，然後入嚟 rub 落曬。哦，你成個噴嘅物件是嚇？啊，然後伊有兩邊，一邊是邊嚟，一邊是 brush， 一邊是 pen 嘅可能，所以你會使用攞嚟。你所以你 bleach 哦是。你放啲你薄肯擼嘅時候，是你用你會使嚇 pen 看咯，擼迄個 spots 咯，迄個 stains 嘅 spots。你洗衫有咩特別物件？搞了無想洗衫，分開洗。前晚我講過啊。That day 你講洗財經，我每款用蝦米？It requires a bit of knowledge lah. Lu say liquid and all these things. Lu tu cai lu用tu是how many liquid. Lu用caustic alkaline base and or acid base. Then even sangka lu alkaline base acid base ko tai bleach dan lu ko you just use hydrogen peroxide. So, you to try what kind of material you clean. Then you to understand whether you chemical reaction. If you chemical reaction to do a cleaning fluid, then of course you to body brand. Right? That's why我講俾物件是你對看伊個 ingredient 就是蝦米。我看你好路，我看你好路chemistry 嘅 background。我看你好路即係到嚟拍燈，我諗俾俾是拍燈咯。別，你笑啊！你看你攞係提示啊。Because even 我買 process， even 我買物件 grocery store 我 scrutinize the ingredient 嘅。真係咩哎呦，你是就是啊，Amanda 是咩哈？我老毛呀。小雜寶，你是幾單邊？呢個是小雜寶，Amanda 是福建，唔是福建面。咩呀？我係記啊，我冇記記啊。你都記個咩？咩呀？我真係記啊。我唔知我接來是已經啲邊卡了誒。你點我冇講話？我未記咩樣？阿龍我未記啊，mute 掉去啊個咪。我未記啊，我特別會講嘢名未記㗎啦，打嚟佢啦。都係咪？OK，嚟笑打，我會講Green 啊你寫，我做咩時候冇咩在意就是你話我隻股冇先頭卡，我計後面嚟啊。你特定接到嗬，迄啲工人無來了，嗰時係咪啊？你就在試。我試，我真係你就在試，因為你冇關事做啊嘛。你知咩事？我其實You should try to do a bit of vacuum because it helps you exercise a bit. 你就我朋友把你打到哦，教我講誒，我係參咩？我試了，我頭一個上對我就問，我頭一個就是問，你工人係對。是咯你講你特傾，因為自己一直打電話講我試啊，我參了，我試了，我是唔是都教人對打掉誒？我那時講我在掉啊，我就請人就頭卡洗睇料理有啊啦，特別我俾請人教我洗衫折衫有衫。有衫，我開半段了。有衫，有衫嗬，有衫加折衫會起緊2點鐘啊！哎呦，就是講逼切哦，一禮拜3年嗬，睇下有咯，有一禮拜3年是唔是？我唔知我冇換啊，我穿嘅衫換咩換嘅 T-shirt。我真正唔係換嘅衫 ，actually。我真正攞型有衫扣除啊，我是特別打呢。我攞型加3擺嗬，我有衫我去買迄種起掉嘅咯就。
我叫我按佢俾卡掉，我買俾啊，我買日版嗰種咧，我叫佢卡掉嘅。啊，把你卡掉啦，我夠有心情有淡薄。你卡掉嘅嗬，伊是用 Steam 還是用有刀嘅？卡掉卡掉嘅冇有刀嘅，我是直頭 Steam 嘅。啊 ，OK，Steam 較久喎，啥事 ？Steam 嘅 maybe 會較久咯，看下面衫啦。上個迄種長袖尾衫做工衫就會較久。上個 T-shirt 啦，迄種 normal 嘅我查甫衫種 top 哦 ，OK 啦，一下就換好勢啊，囡仔衫。uniform 嘅咧，一下換好勢咧，就是一啲大布嘅長袖尾，迄個有影是食時間，有影你是用有刀較好。你條鞋了，你條鞋咧，哦，特別馬來西亞水無黑，唔是黑 water 啊，你係最轉水呢？我係最轉水呢喎，特別我唔是黑 water 哦。我人黑 water， 所以我人唔是 water， 我人唔是黑 water 啊，我人唔是黑 water 嚟嘛。Depends on location 啊，我哋會就是黑 water。是啊，我馬來西亞應該唔是黑 water 冇錯，其實我洗頭毛，我頭毛被垃圾滴。係啦，有那個冇。特別你洗了是伊骨，你想搶冇清氣嘅感覺。你係 soft。我係 soft 嘅。你冇啦，我浸水是用 filter 了嘛，浸水是用迄個 water heater 咧，應該是 filter 了嘛。唔是直頭用 direct 啊嘛，是回歪核。四部灣嘛用新嘟咯。新嘟是係咪嘟係咪？新 kiss 唔是？嘟 light。你流漂啦。你用到 foam 用到隻 sponge 位，還是安怎說？我有 sponge 加糯餅嘅，所以看死下面我加換回來咯。一邊骨一邊菜咯，because 食一 non-stick 嘅 pan 嘛，所以我袂使用迄邊嘛，咁唔愛用 sponge 嘛。了有你是啥盤啦、碗啦，迄個會使用另外一邊咯，咯。你馬來西亞有興 dishwasher， 有 start 興，我才聽到我係用唔係。有 start 興，特別我 still 無暑假。你話啥？本時嘅間咧，長咧個放落去啊，有長家嚟我洗好洗咯。啲真係兩蚊成嚟講笑。是啦，你所講大隻厝規八啲啦，你食一半我洗 OK 啦。我當時，哎呀，我食半道，我食少，哎呀，我食半道就掉啦。我叫走咪叫我食半道就掉啦，喲！我但是當然條，我就洗我邊厝嘅了啊，我洗咗個極閃咯。我你無法啦，你講我買鋼保險係咩嚇？我無法啦，你無鐳嚇，無法咧就佢記條車哦。我上咗，我頂到是唔是講正垃圾，特別上架到頭講呢，你特別 zone by zone， 你別成一刀做個了。你想講今日擺我被扣，今日扣是扣房間，是個筆 maybe 會 vacuum。轉下我唔看啊。你厝啊？room sekali awak. Lu tahu lu kamu. Bo. There is the reason. 我冇suka kam，我冇suka room kam，我比較烘燙。It depends 啊，我想啊，我 room kam 掉 room 每 kam 掉是上加你你人嘅車誒 plastic 包掉係 cushion 嘅咧。是咯。What the reason 我 kam 我係多 because ลูกเจียวถอหุ่น是啊，像 same 成個人 cushion 包掉咧，看到。做咩世界成個小人啊？對啊，嗱是你半段寫嚟講下，如果唔係請人寫嚟講下，你咪你是成間我冚起呢個 content 度。我 depends 啦，成個我煮菜為何成個我 kitchen 啊，我門就俾開掉啦。因為 kitchen 啊，你安裝洗清潔部，你安裝本 baby sunlight 是第一好。clear。第一 clear， 第一 eco 啊，第一 eco 嘅嘢有冇 ？sunlight 是有影是，你免濾嘅，就是學你係咪啊嘛消毒啊嘛。有成日除鬼嘅時，你咪是除頂嘅頭起來，手指頭。除頂嘅開起來，係啊。So kitchen 我特別愛開啫，我煮菜開起來，
แล้ว可以 end 出去嘛？你用係咪啊？係咪盒啊？叫咩啊？係叫咩 ？van 嚟啊！你安裝數本好啊！你每部佢都扛啊部開，一般是真係要嘅，你佢哋叫真。係你佢扛啊是第一 practical 啦。係燙。解燙啫，啊！你未使。啊，煮物件味素較重。我本冇咩熟嘅。我冇咩煮啫，你講咪 kitchen event 啊？冇。有咩有？伊唔是燙去外口啦。我問你一個，我係你一個 question 啦。假使你用 van， 所以 van 嘛有 filter 嘅嘛？啊對。你嘅 van， 假使伊 filter 就是cloth 嘅 ，of course 你係 disposable 啦。tapi if 你嘅 van 就是鐵嘅。你被 dispose 嘛？對。Then after 你用 for some time， 一貴咧鐵。你係油嘅啦。你真係油嘛？你按怎寫咧？哦，佢哋我哋見咧，我表示。就所我條條每個人講。dishwasher。你用。你知我按怎寫哦？我用吹氣邊慢慢邊咯，就。對。我達到本嚟刮條超嘅，所以我把你讀。當叫我同人講一個物件。所以同我講嘅就是，你買物件時，你都要看 ingredient。哎呦，成日我咪講 ingredient。嘥死。伊會 chemically react to whatever 你會say or even 你食嘅物件，你都會知你啲食蝦米 ingredient 嘛。So now，this is it comes back to this。That's how 我教學生。Understanding, look, understand, look, your that is the question you always have to ask. So anyway, so yeah, then there's a filter. Look, young after some time, fade out. So fade out. No, but my fade out. So you don't cut grease.我被 cut， 我買每一首講係咪？我被 cut 咩？我被撩 program。你用 sodium hydroxide。sodium hydroxide 是係咩啊？我買啊 ，OK 啊，先啦。sodium hydroxide 係咩啊？你去 those cleaning 嘅位啊，你去買係你 cleaning 嘅，你 detergent 係咪 spray 係咪是骨頭 ，all the cleaning 嘅 liquid 啊，你去吹係你 ingredient 就是 sodium。伊個 active ingredient 是 sodium hydroxide。應該是 quite common 嘅。南西行，你記唔記得慢慢講 sodium hydroxide 伊個真 common 嘅。伊個 chemical 嘅，即係就是 NaOH。你講，你按照用嘅。你 just 係一個 layer 落去，你會 grease 嗰個樣去。你第六個水嘅時間咧係索。我用嘅都是一個 spray 嚟，一種啊小泡 spray。係。So 但伊個 active ingredient 都是 sodium hydroxide。So 你只轉落去咧，伊 contact 到伊個 mesh， 伊個 grease 嗰個 immediately 揚。then 你搶水啊，搶水當你伊揚嘅時，伊有 bubble 嘅啫。Because it chemically react. It's a foaming 嘅咧。Then after that，你就搶水咧。南西曉啊，南西。睇個件條睇咩呢？應該是有啦。sodium 係咩 ？sodium hydroxide。sodium 應該是個件條有嘅。你即係 sodium hydroxide is caustic pH level。sodium hydroxide。人古早讀冊嘅時有讀嘅嘛 ？sodium hydroxide。有。Natrium hydroxide 嘛？哦 ，natrium hydroxide。我哪係忘在是 chemistry 你有讀到了誒。我個上面咁會亂，安怎切你嘅 keyboard？ 哦，頂擺我係頭家是，我頂我做間時我頭家嗬，是叫我人一粒一粒撬起來，一粒一粒切誒，切無清氣嗬，無吞起線路。頂我頭一個頭家，所以我真教嘅。Lucas 你嘅厝有毛？等陣人哋講就 keyboard，OK 來 keyboard。伊唔是講用毛嚟切 keyboard 咩？我唔是用毛，你講成個，OK。嚟
冇啊，你keyboard 那些。我講咗啦。keyboard 我是用即個叫咩啊？我用咗即個叫咩啊？先叫咩？就是人新嘅人來啊！即叫 Swiffer 加往時都俾用打俾往時，但做工嘅 computer 就垃圾咩往時，你話特擺啊 lunch time 時我們做工啊，所以就掉呢個隻就係 salad dressing。你是最，你名咩來？新椒來吧，就來。我是白亞玲。哦，白亞玲來。我白亞玲。叫啦。白亞玲，你啊，新椒叫出啊未？新椒叫出啊？啊。我叫我 office table 樣咯。叫 office table 啦，冇到厝冇叫啊。我但係你講起 keyboard， 我本時間諗晒上本咯，一粒凹出來，卡伊，然後切咯。那邊東西就叫你諗樣啊，邊係脆啦，係咪嘅了樣？那脆嘅了。而家垃圾咩？喺你撕嘅夾咗邊度裏邊呢？哇！有陣時你做工啊，你掉頭毛都俾媽唔知嘛。哦，係啦。因為我就講嚟綁，唔是綁嘅小嘅紅出嘅啊。哦，你背嘅啦呢？背出來，綁出來。夾作機啊，走出來嘅啦。夾作機走出來啊！我夾咗 CD 裏邊呢。呀！有嘛？咁我有你成日都接唔見，成日邊啊吹到啲裏面咧，夾作到啲淋椒。啊咁。你寫你字幕你背。有我聽到寫你字幕。我講我聽到你個寫嚟字幕。我講你寫字幕嘅事。我點寫字幕？冇用嘅。特別有時你成日掉，你未出嘅時候，你使用你 can try to at least 做 escape。Yeah, it still will start because keyboard 一整日是nooks and crannies. So of course 你會偷你 keyboard 貴嚟嘅，你偷時我係朋友啊，我真係有人做緊嚟。我係朋友到啲Apple 嘅做嘢，唔是 model， 唔是 every model 啦，一隻 model 嘅 keyboard 係 dishwasher 裏面寫，寫咗出嚟就係清氣嘅。你講你買插電嘢啊，你就係寫邊講裏面冇係咩成啊 fry 嘅 circuitry 都就，而家成依 contact 噶依 mechanical， 而家你到你係打咧時候係別派嘅，而家是 Apple 就講有一個 model of keyboard 係，一是白加透明 clear 呀。你以成一個 train 咧，伊真正個打工垃圾咩啫？你看到個了個就。哇！你什麼是 transparent 啊？你個看到個咧，好個死人，所以一直用 dishwasher 先。The other quick way 我用寫 keyboard 就是我用 alcohol。alcohol 嗰邊啊？我 alcohol white。Once 我 alcohol white 打了，然後我用 hydrogen peroxide。喲。So double layer。你邊啊講呢？你 keyboard 係幾嘅啦？邊啊點寫？你用 cotton bud 寫啊？邊啊？我冇寫啦。If 我 really 會寫，我直接偷個出來咯。偷出來。table 咧？你偷個出來了，有時你 just 下咗出嚟 plastic box 嚟去錄。啷個用 mouse 當然唔使個人用 mouse 啦。mouse 一啲嘛是愛掉頭款嘅。用 mouse 咯，你 trackball 冇啦，用 mouse 啦。Very common。唔是 trackball，even 你 laser mouse 呢度都有 surface contact 嘅嘛。你 surface contact 就到頂嘅，你對脫對掉頭款嘅。我用 alcohol 嘅 hydrogen peroxide。我用這你特別嘅用這你 Clorox 嘅 multi-purpose 嘅寫到我做工嘅。有啲你睇咩嘢？就係寫本啊。Clorox 啊，佢攞 hydrogen，攞 alcohol 就是 rubbing alcohol，攞去俾 90% 嘅 rubbing。特別有你 surface 做你倒起攞俾寫字咯。你係攞 wipe 啦 ，of course that's the thing that you have to sacrifice。然後攞用 hydrogen peroxide，so 攞用係你 Clorox 嘅攞開個殼。特別買咯，我 computer 嚟貴，幾百塊嘅咯。我用 rubbing alcohol 嘅 hydrogen peroxide $1 each。特別我俾講個就唔係咩，派寫嘅物件就是紅線。
紅絲 OK 啊，紅絲先，紅絲 OK 啦。特別你即係你按看冚掉嘅紅絲，等到真正是我係看佢是寫啊，就你紅絲嘅咯。夾白起司令粉咯，司令粉係用佢哋布抓尖到去揼嘅時候，按佢包掉先，包掉切嘅伊頭佢冇咧時，夾用薄切。我係看佢咧，真正是寫紅絲。我除咗是，我哋那時行嘅除咗唔知當點樣啦，真正係司令粉嘅就即個愛啊。我未橋，我先知我第件橋厝誒。搞我想。應該都在對說，我負責聽人哋時候橋厝誒是迄桃粉啊。啊，表條外手，嗰是叫條皮乾哦，目睭整皮乾就老皮就乾，要你使。Sorry。皮係咪皮？然後伊卡你知你個你卡你手啊，伊只整如果你啲唔係啦，成個玩咧。啊，我聽見啊。我話成日做咩事？我請人，我咪做我請人嚟寫，我厝就是因為我邊口厝曉揉物件，我手整嘅啦，我規手板嘅啦，就冇正硬聽就。夾帶咯，咪好名啦人。你特別聽。你夾人。阿 John。你是咪講好名啊？仲咧，免叫厝嘅咧，叫好名啦。邊日叫厝啊？就是幾支手，就是啊，暖款啊，是唔是？是哦，正嘅了。是咪講好名啊？你按到遲啲啊，所以你免做啦咧，係。是啦。我係本冇啊！哇，成個打故意啊！我就話唔是啦，對厝模你用下面切。那是你厝模，特別模用下面寫。你用上掉無？無，講。用 bleach。用 bleach 佢使叫去洗衫，佢使。你用 bleach one part bleach 4 part water。You will not to say stop the mold lah. You basically wipe out the mold. So ilang be spread siya na choir. Abolo yung normal tree or whatever to say yung mold is spread. 車底本是用很好用 bleach。kasi okay，你衫，kasi你洗衫，你衫kasi條血，你用係咩色？我用佢哋唔是我用 vanish。大家都清嘅衫。vanish 係放落去就出了。你流血哦，人流血一條條你衫。So what do you do？ vanish 啊，我把我用掉啦，最紅色嘅啦。哦。vanish 啊。special solution 嚟㗎。我就冇睇做是用鹽加水。我是 last time 不用個鹽啦 ，OK。soda baking soda。鹽咯，鹽。Hello。拜拜。我買款啊。你名咩？你去困咧，是睇名咩？我別記名咩嘢。我把這個聽到頭前嘅。走去。我把這個到底聽，我給你也未來過，別使困過給你。得啦。 Next topic 給你。是唔是古靈冠？係咪用古靈？哦，古靈冠。古靈冠。古靈冠。冷鬧啊！我時候講一集唔就係我接來時就介紹㗎了嘛。古靈冠，對，古靈冠。嚟講看會是用咩事？會就是你免去開個真係是類似去寫個亂，你咩即個老官加伊蘭 nurses 做間 hospital 伊蘭在用。你用就是用 hydrogen peroxide。哦，嗱，成個 look 嘅。特別你 OK，特別 bleach 衫哦。有 step 寫咗用。你衫流血了，掉了時候。你衫冇流血，你衫係掉血。你買你衫電器 laundry 去洗。問佢煮，但是你衫電器 laundry 去洗了，
特別啊。起來你倒 hydrogen peroxide 啊，所以對 fresh stain 啊 ，fresh stain。你 fresh stain 都會，不倒 hydrogen peroxide。So once you倒 hydrogen peroxide within a few seconds 呀，伊會冇。because 伊會particle disintegrate 一下散去啊。這個這個我冇清楚。我問你伊個 stain 你係咪哦？你先講你衫是 OK 青色嘅，然後你掉血，然後你使係 hydrogen peroxide 伊個做你個 stain 你成個 bleach 你個色嘅衫哦。未。所以 hydrogen peroxide 就是 water 嚟。所以 hydrogen peroxide 是我是用來成個手就刮掉嘅事，梗係尖。我未記 chemical composition 啊，伊就是 water 嚟啊，伊就是 water 嚟嘅，伊加出嚟oxygen atom 落去。哦。So water 就是 H2O 嘛 ，hydrogen peroxide 就是 H2O2 嘛，加出嚟 oxygen， 所以用伊嘅 oxygen react to 伊 blood。哦，I see。but 當浪費時啊，hydrogen peroxide 諗就特別猛死鬼性嘅咋，死鬼喺度。死鬼啦，諗 hydrogen peroxide 未有咩？你 set 嘢啊 ？remove stain 啊，我嗰陣咧就少流去掉隻字先嘅。hydrogen peroxide 這邊你切開呢？我就係多罐咯，就多罐。我罐你就得。Look pharmacy 嘅 section 都幾俾啊。我咪 look。Before 咱走 hydrogen peroxide 伊會 lose 伊會溫費哦，伊會上久咧成個無伊會效去哦。伊會我唔知啦，我 hydrogen peroxide 我買一罐我用緊咧。就是講用咧久啊，就是講唔知會歹咯，唔知成個伊會 lose 伊 effectiveness 嘅唔知。Probably I guess. OK， 當然個小單啦，希望咱嘅新正咧，厝前期啊，無啥人，特晚特別夾邊走去啊，特別嘅咧無寫厝啊。話講啊走去。對啊，南西啦，咁樣話真寫到厝啊，唔知話乜寫。唔知啊，我哋冇一個人寫。寫了超難，所以別個人做。就話咯。我是直下次啦，我頂我就驚。只扣迄種較久嘅物件無扣了啊，迄種只三度有陣時三度愛夾了夾出來切啊，下面嘅時啊，我別講就是幾若日袂好勢咯。我真正驚上切頭殼面夾了 OK， 特別是愛去挑迄種毒嘅物件出來，我真驚。較久嘅頭粉夾了我就頭粉夾了吼，我別講特別愛一禮拜吼。目睭夾帶。目睭夾帶，所以愛3個一禮拜。特別我走做啦，無法啦。我走做我無法。你正令你叫人吸收，你嗰條手佢嗰隻手。伊像我小查某啊，甲你講我叫人來吸哦。你家己先。伊吸厝，我家白白吸厝。伊像我看迄人就像我小誒，真誒我有找過人吸嘛。了伊人切空啊吼，我第一邊甲吸，即個吸迄個，我吸雙度，了伊人手塗骹，了伊人切空啊，我第一邊甲吸迄個枕頭啦，係咪啦？成個白白教人白白做，成個垃圾講好勢啊，有半了白白做。你教人嗰條好累累哦，可能。OK， 感謝。OK 啦，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禮拜希望咱先正咩禮拜幾啊爽爽。了我哋特別嘅邊啲就是特晚人買物件時，唔知咪 chemical compound 係咩風味落入頭。了個早期了嘅特晚是。撞啱別記啊！แล้วก็古靈冠啦，ก็拜拜。當今話都加來，準備看到對哪一時間先？แล้วก็小雜包咯，但係ก็雜包寶冇個來嚇。แล้ว阿龍啦，後邊阿龍，แล้วก็唔使撞啊。OK， 感謝各位聽眾，下禮拜再見，拜拜，舊年話拜拜。拜拜，go 啊 go， 拜拜。這邊不驚。Next topic 係咩 ？OK， 我可以開先啊，食嘅貴給你，唔是叫嘅啊，貴給你。我有普基。
OK，等你 next topic 過嚟。YouTube 人就是講人要看頂一禮拜話題啊，就一邊訂頂一禮拜話題啊，一邊就是要 subscribe，我別記得一邊啊，要 subscribe 是第一邊，แล้ว加買 T-shirt 是正 T-shirt 就正，感謝啊，昂啊貴是正，個 discount，bye。